係，先生你好，請問你會唔會可以有大概3分鐘嘅時間接受一個有關社區環境衛生狀況嘅訪問呢？可以啊。我係嚟自九龍城區民社中心嘅社工啦，咁我叫阿迪，咁我哋最主要咧係想收集翻居民嘅意見，了解翻附近嘅環境衛生狀況，同埋針對翻呢一區垃圾站嘅設施係咪需要改善嘅。咁你之下落嚟嘅意見調查咧嘅資料咧，全部都係會保密嘅，都係就係會用翻大家嘅意見供數據使用啦。有冇問題？冇。好，請問可以點樣稱呼你咧？我叫 Terry。OK，Terry 先生。係，請問你係咪本區嘅居民啊？係啊。咁我哋跟住落嚟嘅問題都係有關社區垃圾處理嘅現況調查啦。請問你居住嘅單位附近有冇垃圾收集點呢？例如垃圾房、垃圾桶站，如果係嘅話，距離會唔會係5分鐘以內，或者5分鐘以上，或者係冇固定嘅收集點？都有啊，但係我自己個人覺得都要5分鐘以上都幾遠。OK。你對於附近垃圾站嘅收集點乾淨程度嘅睇法係良好、普通、較差？普通。普通。請問你有冇遇過以下垃圾站嘅衞生問題呢？第一個，垃圾桶經常滿瀉。有啊。垃圾桶周邊環境較差，例如有異味或者污水。有。垃圾站好多老鼠或者昆蟲。都有。好，或者有冇其他嘅問題你有遇過嘅呢？未諗到。好，唔緊要。咁你認為垃圾站衞生嘅狀況對居民嘅日常生活有幾大程度影響呢？1分係最少，5分係最多。都有4分。好，4分。好，以下係個人意見收集啦。請問你有冇以下習慣？將垃圾袋紮緊之後先抌。有。避免垃圾袋喺地上。冇。好，唔緊要。參加社區清潔同宣傳活動。都冇。好，唔緊要。你認為垃圾站需要改善同加強嘅地方係？我覺得可以增加多幾個垃圾站，可以俾等佢冇咁遠咁樣。好，增加垃圾站。好，對於改善社區嘅垃圾處理，你有冇其他意見呢？可以多啲通風設施措施咯，因為覺得因為都幾得人意味，同埋可以加多啲宣傳點樣垃圾站，即係對關於垃圾站意識咁樣。好，唔該晒。咁我哋呢份問卷就去到呢度啦，多謝你寶貴嘅意見。